你今日行街市，有冇見過啲魚檔明明掛住30蚊一條嘅牌，啲魚仲喺個水桶入面係咁跳，跳到好似好生猛咁？你心諗，哇，平時去開嗰檔要賣成60、70蚊條，今日呢度30蚊就有交易，仲要係游水魚，唔通真係執到寶？如果你咁諗就真係大錯特錯啦，分分鐘你買返屋企嗰條係尋日已經死咗，今日俾人用藥水翻生嘅化學僵屍魚。呢啲魚食落肚，唔單止冇營養，分分鐘仲係食緊毒藥。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拆解呢個街市隱藏咗好耐嘅黑幕，由呢啲30蚊魚嘅來源，到佢哋點樣由死魚變反活魚，再到教你點樣用肉眼分出邊啲係正常魚，邊啲係藥水魚。講真，大家都係香港人，日日去街市買餸，最緊要就係求個新鮮。但係你有冇諗過，點解而家物價加到咁犀利？租金又貴，人工又貴，條魚仲可以賣到咁平？你試下諗下，由漁船出海、入油、人工，再到批發市場，最後落到零售魚檔，中間咁多重成本，如果真係生猛海鮮，點可能賣到30蚊？呢個價錢連運費都未必夠俾啊！所以呢啲咁平嘅游水魚，背後一定有古怪。其實呢種所謂嘅僵屍魚，喺行內已經係一個公開嘅秘密，佢哋嘅製作過程聽落真係會令你毛骨悚然。首先，呢啲魚通常係一啲喺運輸途中死咗，或者係批發市場剩低嘅死魚。呢啲死魚嘅成本極低，甚至係幾蚊、10零蚊就有一大籮。咁班黑心商販點樣令佢哋動起來呢？秘訣就係一種叫做魚之精，或者係強力過碳酸鈉嘅化學粉末。呢啲粉末一倒入水，會即刻產生大量氧氣，令到原本已經死下，甚至係啱啱死咗嘅魚，神經系統受到強烈刺激。你見到佢喺度跳，喺度游，其實唔係因為佢有生命力，而係因為佢嘅肌肉受化學物質刺激而產生嘅抽搐。就好似啲科幻片入面啲僵屍咁，明明冇心跳，但係仲識行識走。除咗令佢識喐，仲要令佢睇落去新鮮。魚死咗之後，魚眼會變濁，魚會變黑。呢個時候，黑心商販就會用到甲醛，即係我哋俗稱嘅福爾馬林，去浸泡條魚。甲醛可以令到魚肉嘅蛋白質凝固，令到條魚摸落去仲好結實，唔會霉。再加埋啲工業用嘅孔雀石綠，呢種嘢雖然係咁弱，但係佢可以有效防止魚類傷口感染，仲可以令到魚身嗰層鱗片睇落去閃閃靈，好似啱啱游出嚟咁。你以為你買緊30蚊嘅游水鮮魚，實際上你係買緊一浸滿化學藥水，死咗超過24個鐘，甚至係48個鐘嘅化學殘肢。你可能會問，食咗呢啲魚會點？如果係後生仔、大隻佬，可能食一兩餐未必有即時反應，但係如果你屋企有老人家或者細路仔，問題就大啦。甲醛係一類致癌物，長期攝入會嚴重破壞肝臟同腎臟功能，甚至會導致白血病。而孔雀石綠更加唔使講，呢種嘢係會喺人體內積聚，有機會引發基因突變。你諗下，為咗慳嗰20或者30蚊，將呢啲咁毒嘅嘢餵俾自己最親嘅家人食，係咪真係值得？好多人去街市都有個心態，覺得跳得就係好。相反就係利用你呢種心理，特登喺你行過嘅時候，伸手入水桶搞兩下，或者灑少少粉末入去，等啲魚表演俾你睇。你見到條魚跳得咁勁，又見到30蚊咁平，好自然就會中招。但係大家要記住，正常嘅游水魚，佢嘅游法係有規律嘅，佢會平衡自己嘅身體。但係呢啲藥水魚，佢哋通常游得好混亂，甚至係側住身或者肚皮向上咁跳，呢啲其實係神經系統中毒嘅表現。咁我哋點樣可以喺街市咁多魚檔入面，做個精明嘅消費者，避開呢啲僵屍魚呢？其實只要記住望、聞、問、切呢4個字。首先係望，你唔好只係睇條魚識唔識跳，你要睇佢對眼。新鮮魚嘅眼珠係突出嚟嘅，而且黑白分明，晶瑩剔透。如果條魚對眼係凹咗落去，或者係有一層白蒙蒙嘅嘢，就算佢識跳，都一定係藥水魚。
再睇魚，新鮮魚嘅魚係鮮紅色嘅，而且黏液係透明嘅。如果你見到魚係暗紅色，甚至係黑色，又或者有陣怪味，咁就絕對唔買得。仲有，睇下個水桶，如果水桶入面有好多白色泡沫，而且啲水異常咁清，或者有陣化學藥水味，呢啲通常都係加咗氧氣粉。第二係聞，正常嘅新鮮魚係有一陣淡淡嘅海水味或者淡水味，絕對唔會有陣強烈嘅腥臭味或者好似漂白水咁嘅化學味。如果你行過魚檔，聞到陣味好刺鼻，咁你就知咩事啦。第三係聞，你可以試下問魚販，呢啲魚係邊度嚟嘅？如果佢答得支支或者只係話今日特價啦，快啲買啦，咁你就要留神。雖然魚販未必會講真話，但係你可以從佢嘅反應入面睇出端倪。第四係切，呢度唔係叫你切條魚，而係去捉摸。如果你買咗返屋企，洗魚嘅時候發現魚肉好鬆散，一冚落去個粒位唔識彈反起，或者魚鱗好易剝落，咁呢條魚就肯定唔新鮮。最明顯嘅一個特徵就係呢啲魚蒸熟咗之後，魚肉係唔會離骨嘅。新鮮嘅魚蒸完之後肉質係一飯飯，好容易就同魚骨分離，但係藥水魚嘅肉係會死死咁黏住啲骨，而且食落去口入面有一陣澀味，完全無魚味。我以前有個街坊就係因為貪平，日日去買嗰啲30蚊條嘅大魚，結果食咗大半年，全家人都開始覺得腸胃唔舒服，個細路仲成日皮膚過敏。後來佢轉咗去幫襯一間老字號，雖然貴少少，但係口碑好嘅魚檔，啲問題就慢慢消失咗。佢之後同我講返，先至發覺以前食緊嘅魚蒸完出嚟啲水係綠綠地色嘅，而家諗返起都驚。其實香港嘅街市黑幕又點止呢樣？但係魚係我哋香港人最常食嘅餸菜之一，所以呢個問題最值得關注。點解呢啲黑心魚檔可以生存咁耐？一來係因為執法困難，化學物質喺魚體內會隨住時間降解，除非即場捉到佢落藥，否則好難定罪。二來係因為消費者的確有需求，大家都想平，但係我哋要明白一個道理。平嘢無好嘢，好嘢無平嘢。當你要求30蚊要買到60蚊嘅質素時，市場自然就會產生一啲畸形嘅產品去滿足你。所以我喺度呼籲大家，去街市買魚，寧願買條貴少少嘅，或者乾脆買條細條啲嘅，都唔好去買嗰啲來歷不明、平得離譜嘅游水魚。如果你見到有一檔嘢，全場都係30蚊，而隔離檔賣緊60蚊，你就要問下自己，點解佢可以做得咁平？係咪佢真係咁好心蝕住賣俾你？定係佢喺度揾你同你家人嘅健康嚟搏？仲有，大家要留意下嗰啲魚檔嘅衛生環境。一間負責食嘅魚檔，水缸應該係乾淨嘅，啲魚應該係有足夠空間游動。如果你見到個桶仔塞咗10幾條魚，啲水污糟邋遢，但係啲魚仲可以跳得咁生猛，呢啲100%係加咗料。我哋作為消費者，唯一可以做嘅就係用腳投票。如果你唔去幫襯呢啲黑心魚檔，佢哋冇生意，自然就會消失。香港人一向都好叻，好精明，唔好俾呢啲表面嘅生猛騙到。記住，健康係無價嘅，你今日慳返嗰幾十蚊，將來可能要用幾十萬甚至更多嘅醫療費去補償。下次你再去街市，見到嗰啲30蚊條仲喺度掙扎緊嘅僵屍魚，請你諗起我今日講嘅說話，望清楚對眼，睇清楚魚，聞清楚陣味，唔好俾佢哋嘅演技呃到。如果你覺得呢個資訊幫到你，或者你想身邊嘅親戚朋友都小心啲，記得將呢個真相分享出去。尤其係屋企負責買餸嘅老人家，佢哋最容易因為想幫屋企慳錢而中招。講到尾，街市係一個有人情味嘅地方，但係亦都係一個龍蛇混雜嘅地方。我哋要識得保護自己。除咗魚，其實好多肉類、蔬菜都有類似嘅黑幕。例如嗰啲白到發光嘅牛柏葉，或者係永遠唔會爛嘅生菜，背後都可能係化學加工嘅結果。我哋生活喺呢個城市，食得安心已經變成咗一種奢求，
所以更加要提升自己嘅認知，唔好做嗰條俾人呃嘅水魚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買魚嘅小貼士。如果你真係想食到平得嚟又健康嘅魚，你可以揀一啲當造嘅淡水魚，或者係一啲冰鮮魚。其實冰鮮魚如果處理得好，新鮮度同營養價值未必輸俾游水魚。最重要係冰鮮魚比較難用藥水去偽裝佢仲係生。一條死咗嘅冰鮮魚，佢就係老老實實咁躺喺度，你可以根據佢嘅眼輪去判斷佢新唔新鮮。比起嗰啲明明死咗，但係俾化學藥水夾硬叫醒嘅僵屍魚，冰鮮魚起碼誠實得多。我哋香港人追求生活品質，更加要追求飲食安全。買餸唔係一場戰爭，但係一場智慧嘅博弈。希望大家聽完我今日嘅分享，下次行入街市嘅時候，對眼可以好似嗰條真正嘅新鮮魚咁，晶瑩剔透，一眼就睇穿啲黑心商販嘅騙局。30蚊一條魚，聽落好吸引，但係如果你知道佢係點樣死而復生，你仲敢唔敢將佢放入口？我諗大家心目中已經有答案。我哋唔係要買最貴嘅，但係一定要買最安全嘅。由今日開始，做個精明嘅街市達人，拒絕化學僵屍魚，守護自己同家人嘅健康。其實呢個問題背後反映出嘅係成個供應鏈嘅監管缺失。喺批發層面，點解呢啲死魚可以咁輕易流出市面？喺零售層面，點解呢啲禁藥可以隨便買到同埋使用？呢啲都係值得我哋深思嘅問題。但係喺制度未完善之前，我哋只能夠靠自己。如果你去買魚嘅時候，發現魚檔老闆對你嘅挑選好反感，或者你一睇魚佢就鬧你，咁呢間檔口多數心虛。一間行得正、企得正嘅魚檔係唔驚客揀嘅，甚至有啲好嘅老闆會主動教你邊條魚今日最正。揾到一間信得過嘅魚檔，就好似揾到一個好嘅家庭醫生咁重要。記住，街市嘅30蚊黑幕只係冰山一角。我哋要保持警覺，唔好俾貪念蒙蔽咗對新鮮嘅定義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希望大家以後買魚都可以買到真正生猛、真正健康嘅鮮魚。我哋一齊努力，為自己嘅餐桌把關。下次再見。